今日同大家示範點樣用 ManDB 會計系統處理你無限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嘅數。咁如果你係開啲有限公司嘅，或者係開啲有限公司，通常係冇開呢個無限公司或者係有限公司嘅話，今日我會用一啲例子、實際嘅例子去教你點樣用個會計系統入數，點樣報稅，要有啲咩文件，無限公司要有咩文件，有限公司要俾啲咩文件俾 audit。咁開始嘅話，其實你可以嚟我 ManDB 網站嘅會計網頁，咁下載唔同嘅版本嘅會計系統。咁今日主要想示範嘅話，就係呢個最基本嘅總帳版，咁售價就1280蚊。咁下載完之後有說明書嘅，你可以下載嚟說明，或者今個 video 就可以教你點樣去用呢個會計系統。下載完嘅話，你會見到呢個版面。咁呢個版面就第一件事，你就要去設定呢個科目表設定嘅。咁科目表設定係乜嘢咧？其實已經預設有噶啦。如果你係一人公司，好簡單嘅，就去銀行嗰度開個銀行戶口啦。咁通常會有儲蓄同支票嘅。咁暫時乜都冇嘅話，預設就咁樣啦。咁如果你有新嘅銀行嘅話咧，你就可以揀一個銀行，呢個叫做冇帳戶，下邊就子帳戶。咁你如果加銀行嘅話，就係呢個銀行度加。咁你可以入呢個 China Bank 啦，即係如果你係中銀機構入個 China Bank 啦。咁呢個係你如果新嘅銀行你先要咁做，如果係得一間銀行嘅話咧，你就只要用翻呢兩個就 OK 噶啦。咁收入你睇下你哋有啲咩收入想分開啦，通常都係銷售同服務收入，咁其他收入啦已經夠用噶啦。成本就係你買貨呢啲成本啦，即係如果你需要買啲貨品入嚟嘅，或者係有啲外判嘅嘢，都係一個成本嚟嘅，你入呢度啦。支出就係你公司入邊嘅支出啦，咁簡單啲租金啦、電費水費啦，執費我入咗電費水費啦。咁如果你係電費水費仲有啲其他費用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喺揀咗個冇帳戶，然之後撳加入，咁就可以加入其他嘅支出咯。咁你可以慢慢慢慢加嘅。如果有啲咩支出就加落呢度。如果你想加喺上邊嘅話，就先撳呢個支出，然之後先撳加入，佢就會喺呢度再加入噶啦。咁呢個就係呢個科目表設定嘅。咁好啦，咁第一件事點樣做咧？第一件事你個開個無限公司，你第一件事你就可能有啲裝修啦。如果你喺屋企做嘅話，其實有啲費用你又可以入一啲費用嘅，你就加入傳票。咁加入傳票其實你而家乜都冇嘅，咁可能你就要喺你個自己嘅戶口度入啲錢落去你個銀行戶口度啦。例如你入呢個銀行戶口，咁你開戶口嗰陣時可以入10000蚊嘅，咁你就要由你嗰個股東網內入嘅。因為由你嗰度出嘅話，其實最簡單咧就用呢個股東網內出嘅，即係你用股東網內，即係自己一個人嘅話，你就用股東網內。咁啊入銀行就10000蚊，咁你就股東網內就支出咗10000蚊，咁呢個銀行戶口就會多咗10000蚊噶啦。咁呢位如果多嘅話，其實你可以拉嘅。咁摘要你又可以入嘅，可以入啲任何摘要啦，你可以喺度入啦。咁其他嘢你就可以轉入嘅，如果你想入啲備註啊、12啊咁樣入。咁你呢個銀行戶口就會多咗10000蚊嘅，咁小串就會建立咗一個賬戶啦。咁例如你一人公司嘅，你要買電腦嘅，咁電腦其實就可以當係一個支出嚟嘅。咁你就可以喺例如你用呢個股東網內，即係用你現金好少會攞張銀行嘅錢去買電腦嘅，咁你就可以喺度 buy computer 啦。咁你就可以例如我用5000蚊去買。咁你可以揀呢個支出啦，呢個支出就係呢個電腦設備。咁你冇嘅，你喺嗰邊就加翻個電腦設備啦，然之後喺度做一個支出啦。咁我打算我加啦，我點樣加咧？就係呢度科目表設定支出。咁你撳咗個支出，然之後加咁啊電腦費用啦，PC expand 啦。咁你可以打下中文嘅，如果你中意嘅話。咁就去翻呢個建立傳票，咁啊撳翻股東網內，支出10000蚊，支出5000蚊買電腦，咁5000蚊啦，咁 enter，跟住就支出啦，支出我就撳呢個 PC expense 啦，咁啊買部電腦，咁啊儲存，咁啊叫買完啦。跟住可能你買冷氣機啦，買冷氣機其實要做一個折舊嘅，究竟點樣做啦？咁
冷氣機就要歸於呢個辦公室設備啦，咁air conditioner 啦，咁呢個就5000蚊嘅，咁我喺邊度攞咧？我就會係用股東網內，又係我自己個荷包度攞5000蚊。咁呢個5000蚊唔當係支出㗎，呢個5000蚊係會入咗資產嘅，咁要每年做折扣嘅。通常冷氣機咧，可能你買車啦，買冷氣機啲咁嘅嘢咧，就會一有錢買嗰陣時就唔可以當係支出嘅，要做折扣嘅。咁你就買咗啦。跟住每年到最尾咧，到最尾嗰個年份咧，通常係3月31號嘅，咁要做個折扣。咁折扣點做咧？就會喺呢個折扣度，咁入翻。可能你5000蚊5年嘅話，咁就會每年就會係有1000蚊折扣咯。1000蚊折扣呢個就可以當支出嘅，咁呢個咪叫做折扣，咁就會有個折扣就咁樣啦。咁儲存。咁你要做5年嘅，5年你就會慢慢做折扣。咁你可以發覺咧，你個資產負債表咧就會見到咧，成本就5000蚊啦，咁折扣咗就1000蚊啦。咁你慢慢5年之後折扣咗，呢個冷氣機就會係完嘅啦。如果你買車都係嘅，你買車20萬冇可能全部當支出嘅。咁你當5年嘅話，咁每年就會係5萬蚊咁樣去扣，你咪扣咗佢嘅折扣咯。咁扣咗完，咁你當支出。咁無限公司咧就會主要俾個損益表出嚟就得㗎啦。即係你可能係呢個折扣啦，就1000蚊。呢個買電腦嘅就5000蚊咁 total 嘅折扣。咁樣入埋收入嘅話，其實你就會有收入支出㗎啦。咁收入點入咧？都係電入傳票。咁例如你喺銀行度收咗2萬蚊人哋嘅錢啊，呢個當係一個收入。同埋一個銷售收入，我賣咗啲嘢出去咁樣有銷售收入，即係可能你幫人寫個程式，咁我就會有2萬蚊收入咁嘅銷售收入。咁呢度我哋損益表咧就會好睇啲啦，就會有2萬蚊收入，咁扣埋啲折扣啊、支出啊咁樣，咁咧會有嘢。咁你如果係無限公司 SOHO 屋企嘅話咧，你有好多都可以當係支出嘅，例如水費、電費、管理費、租金。咁水費電費管理費，如果你係 SOHO 嘅話，其實你唔會全部都係可以當係公司支出㗎。咁你可能例如你攞翻個比例啦，例如一半嘅電費、一半嘅水費、一半嘅管理費，咁呢啲就可以當係一個支出，就可以入支出嘅。咁租金如果你喺屋企嘅話咧，如果你入支出嘅話咧，你爸爸媽媽係業主嘅話，你就可能佢爸爸媽媽就要報稅啦。所以可能租金你又可能入唔到，但係租金同埋你可能租金1萬蚊嘅話，你唔可以全部當係你公司嘅支出，你可能係當係一半啦。你要一間房、2間房，要一間房可能係1/3，你自己最緊要就係稅局追你數嗰陣時，佢要有所有嘅文件，你要解釋得清楚，究竟你啲支出係屬於啲咩支出，你已經係扣咗一半嘅。水費啊，你每張水費單你都 keep 住，咁水費可能係500蚊，你就扣咗250蚊當咗，你就要解釋俾稅局聽，所以你就要做翻好呢個成盤嘅數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係有啲數咧，通常我唔會日日都咁樣入數嘅，除咗收入，我通常係入收入嘅啫，即係好似頭先收入，我攞咗人哋5000蚊，我就會入5000蚊。咁當我嘅收入啦，就係呢個服務收入，咁當收入。收入我就會每日都會咁入嘅，即係入咗銀行嘅話，我就入嘅。咁支出點咧？支出我就唔會咁樣入嘅，我係每年到個年尾啦。通常如果香港嘅話，通常4月1號至到3月31號嘅，咁咧就係3月1號完咗之後，你就會攞晒所有嘅電費啊、水費啊、所有其他支出啊，咁就入數。咁點樣入數咧？我就唔會咁樣逐件逐件入嘅。最快嘅方法咧，就會係用呢個快速加入呢度。咁快速加入點用咧？快速加入咧就係通常我都會用我自己嘅荷包股東網內嚟俾錢嘅。咁我就要揀股東網內啦。咁支出我今次入電費啦，電費咁樣。電費咧可能你由2024年1月11號就要有張單俾你。咁佢可能係500蚊嘅，你就扣咗呢個電費係250蚊咁樣一半價，咁叫佢入咗。咁入落去，咁呢度可以點樣做咧？呢個咧其實就攞咗所有電費間啦，就1月到最尾可能係去到4月1號啦。咁你點樣入咧？你就喺呢度就入2月，二月咧就入2點。咁呢個就會2月啦。2月你又入翻稅費，入翻個電費啦，可能加咗少少錢咁樣入啦。咁3月就係咁樣啦。
sorry，你如果入三咧就會當咗日數嘅，你要入3月咧就3點，咁我就當3月就用翻呢個11號，咁啊好快嘅啫，249蚊咁樣啦。咁啊入到去，例如你12月咁樣啦。sorry，12月就係要你嗱12月就12日嘅，因為好多時係日數唔同咁嘅入日數嘅。如果12月就12點，咁可能係230蚊。咁咁呢度咧，你要點樣入咧？呢度要入25年咯喎，25年你要點樣入咧？就要入25.1.11咁樣啦。咁咧就可能係250蚊。咁呢度咧就飲2點。咁呢個就電費。咁入晒所有電費，你 check 晒所有電費咧，你就咁儲存，咁佢就會將所有每個月份嘅電費自己會見到一個單㗎啦。咁通常我就會攞晒入晒電費啦，入晒水費啦，管理費啦，都係會咁樣入嘅，咁啊儲存。咁你就會發覺咧，佢已經自動每個唔同嘅日數咧，即係幫你建立咗啲電費單㗎啦。咁啊唔使下自己咁樣入啦。咁你損益表個電費單、電費嗰度，你就會見到有幾多電費 total 喺度，就當支出。咁其他你就可以咁樣入嘅。咁可以解説翻，如果有限公司嘅話咧，有限公司比較複雜嘅，你要揾 audit，咁 audit 都係4-5千蚊一年啦，你要俾多呢個 audit 費用。咁 audit 要需要啲咩咧？audit 需要你個資產負債表啦，你咁樣出嚟，跟住就撳呢個列印，咁你都印出嚟俾佢啦。咁通常我都會輸出一個 Excel 嘅，咁我就會輸出個 Excel，咁你就入一個 Excel 嘅檔案啦。呢個就係 balance sheet 啦，咁你就可以輸出 Excel 度，咁將個 Excel 調俾個 audit 就 OK 噶啦。咁你就將呢個支出咁樣定俾 audit 嗰個，佢就會做到噶啦。咁除咗呢個資產負債表啦，咁你個損益表啦、試算表啦、試算表你呢度你都要撳列印，跟住列印試算表，跟住就輸出，就將呢個試算表俾個 audit 啦。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總帳列表啦，呢個總帳列表。咁你4月1號至到5月通常係3月31號嘅，你校翻日子，跟住就查詢，咁佢就會所有嘅總帳嘅所有嘅帳都會出嚟，咁樣列印輸出去。咁你要呢幾個檔案俾個 audit，佢就會幫你 audit 噶啦，咁咪好方便嘅啫。咁無限公司就非常簡單，無限公司咧其實就要呢個損益表，你印咗出嚟，跟住就將你呢啲收入呢個毛利啦，呢個毛利入去你嗰度啦。因為無限公司通常都會用你個人免稅額嘅。咁個人免稅額有個好處咧，就係你一人公司你一個人嘅話，你而家香港個人免稅額如果一個人嘅話，你有13萬，咁你總之你個收入，你個總收入唔多過13萬嘅話，你就唔使交稅。咁你就需要呢個損益表就 OK 嘅啦。你將呢個總收入啦，呢個毛利啦，跟住如果你有銀行嗰個利息就當其他收入嘅，咁樣叫其他收入，咁你就淨損益要報稅嘅就係呢條數，咁你交俾每年填呢個報稅表就 OK 嘅啦。咁今日就要解説咁多，有問題可以留言或者下載試用。拜拜。